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3月初1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迄边嘛证实因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死亡。中东局势紧张，目前伫当地台湾人拢平安。外交部甲以色列甲伊朗列作红色旅游警示。连假上每一天，桃园机场人吵，各度出现上北的车阵，因为天气方面早暗会较凉冷。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上新的消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死亡啊！伊朗迄边嘛随展开报复，用飞弹甲无人机来攻击美军的基地。中东有几个国家拢去扫着红台尾。بعد از عمری مجاهدت حسینی و دائمی و خستگی ناپذیر 伊朗国营媒体主播以庄严、哀伤的语气甲表情，证实86岁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死亡的消息。美国甲以色列伫礼拜斗阵对伊朗发起联合的军事行动，成功甲伊朗政权拍倒。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哈米尼的查某囝甲孙仔也死亡。美国总统川普早前就发文讲哈米尼死亡的消息。以色列军方也宣布，伊朗政府敢若为高阶官员，亲像革命卫队指挥官、情报单位的官员，也有国防部长，拢伫攻击中死亡。这将是伊朗史上上界严重的权力真空。Short time ag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ga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n. Our objective is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eliminating imminent threats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美国打击目标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甲控制设施、伊朗防空设施、飞弹甲无人机发射地，也有军用机场。这会也拍到伊朗南部一间女子的小学，学校轰炸甲4个拢是阿门屠甲，死伤的人数一直升悬。国际人道组织也真关心。伊朗也发动反击，对着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楼甲西科维亚军事基地发射弹道飞弹。特拉维夫警报声一直弹，真侪建筑拢炸歹去，西科维亚火拢一直烧起来。We're staying here because of the missiles from Iran. Me and my son and his mother, and we don't have a bomb shelter in our buildings. 巴林的美军基地因为遭受伊朗报复攻击，高烟一直清算。伊朗反击也影响中东坡湾地区的国家，亲像巴林科威特、卡达甲阿联。伊朗对这所在美军基地进行攻击。卡达国防部礼拜讲，迄天成功，甲来自伊朗的连续攻势改炸乱，炸到65粒的弹道飞弹，甲12只无人机。伊外有2粒弹道飞弹拍到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只无人机甲一座有经雷达拍歹去。也那阿联虽然成功，也炸到伊朗上百粒的飞弹甲无人机，也毋过杜拜国际机场依然受损害，造成这个开航空的交通拢袂顶袂当，无法度运作。全中东地区多国航班也暂停。联合国安理会礼拜召开紧急的会议，美国甲以色列甲伊朗代表对话是真紧张，特别稳起来。美国甲以色列谴责伊朗政权的暴力甲邪恶的本质，伊朗是反击，会继续自我防卫的行动，一直到侵略行为停止。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即马中东地区的战火已经点到啊！咱的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政府会继续关注局势，启动应变措施。目前伫咧中东的侨民甲台湾人大约3000外人是拢平安。因咱的外交部嘛已经甲以色列甲伊朗拢列作红色的旅游警示。原本正伫传暗顿，却是向听到防空警报声一直弹，住伫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台湾人约阿米分享当地时间礼拜暗时的状况。因为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随对以色列展开报复。一家人甲厝边伫90秒内底赶紧到防空壕去避难。由中东地区国在修建，总统赖清德礼拜暗头伫社群平台用英文发文讲，已经听取国安团队干部上新的情况，政府正密切关心局势，并且采取做法，确保区域内台湾公民的安全，同时甲全球的盟友保持密切联系。暗时也伫面册内抛出文章，讲政府已经启动相关应变机制，会继续来注意这后续变化，小心应应，确保国家安全甲社会稳定。我国相关住处也持续和当地侨胞以及国人保持密切联系，提醒国人提高警觉，注意人身安全，并配合当地政府的安全指引，采取应变作为。依据我国住处以及外贸协会
驻伊朗的黑兰办公室的了解，目前旅居以色列的国人约264位，伊朗有4位，目前在当地的国人均安。外交部讲，正入国以色列的264名台湾人，也有伫伊朗的4个人拢平安。不过，也严正呼吁民众，最近暂时莫到这相关的国家，并且甲以色列全境的旅游警示感染色，避免前往，调整成做红色，应该赶紧离境。伊朗的政府也维持红色。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年假上尾一天，透早桃园机场的人查，这选位系统阁传出故障，也若各道嘛出现上北的车阵。天气方面，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不过早暗也是较凉冷。气象署提醒讲，3月初3元宵迄天，会是未来一礼拜雨势上明显的一天。伫礼拜3天连假最后一天，休假加上出国，桃园机场早起旅客有够多，早起都传出微微的系统故障，柜台头前人排真长，不少旅客是拖行李伫等，只好哪看手机啊，哪等，希望系统赶紧修好。只能等啊，不然怎么办？他好像10几分钟前才出来说坏掉了。所以现在要等多久还不知道？不知道，要看他，应该等他系统弄好。系统歹去的情形，一直到11点才慢慢正常。也毋过，旅客作业也是爱慢慢消化。甲镜头转到国道，上北车流也出现，国道交通量有高，规工会来到118万车公里。早起塞车路段集中伫国5上北宜兰到北南路段，礼拜速度最快会以上北为主。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的西滨，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之间有实施北路的匝道封闭。另外，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国道是采单一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则是实施单一费率再打8折。另外，伫市区西门町相款真闹热，台北灯节甲这个流行品牌到店来打造马年的灯组，泡泡玛特搭配这个小金马吸引游客来翕相赏灯，也毋过涂骹是拢澹澹，不少人拢有炸雨伞。气象署提醒，元宵节这天将是未来一礼拜如何上个明显的一天。预计在周二这一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的现象，而且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所以未来的话，在周二这一天的话，降雨是最多的。春天18号，未来一礼拜方面会连续报道，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华南喷河区东山的影响，各地天气变化真紧。尤其初二这时，中部以北也有初3伫西半部雨势较大。气象署有讲，初5了后水气就会慢慢来减少，也若初7才有法度变做较大送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古道马拉松今仔日起过，吸引超过25000人参加。另外，昨六里门圣母庙放烟火，来看热闹的民众定。不过，所有人乌白停车，甚至阁有人为着要翕烟火，滴落去水沟内底。红色轿车停伫真位半花出入口，造成后壁车全部塌掉咧。台南六里门圣母庙拜六暗时放高空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不过，却出现部分无公德心的民众乱停车，有人将这轿车停到停车格头前，挡掉出入口；也有人将机车停到这分隔岛。10多人伫村沟内底大声喊救人为民风翕落来，原来伊是想要去田内翕这烟火，却是无小心落落去，刚才经过民众紧甲斗救起来。也过毋那4、5位路段，圣母庙内出现乱象，不少民众为着看烟火，徛伫牌坊顶面，互标示人员甲警察赶落来。马棒声一个单，参赛选手拢冲出来，礼拜连假活动袂少，台南除了烟火表演，高度国际半程马拉松也伫初一透早举行，吸引国内外总共有25000多人参加。我们也准备最好的台南的迎宾礼，是最棒的5星级必比登啊，米其林的这个加油补给站。我同学去年第1名来了，今年换我。规盆拢是零虾，规道拢是有名的红金米糕。候选手挡袂调，停落来食看卖。高道马拉松进入20周年，赛道经过孔庙、南美馆这古迹的景点。台南市府讲会继续来增进这比赛品质，互台南城做兼具历史文化底气，也有健康活力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屏东一间警察局的边仔有3个查甫人，那像是因为债务的纠纷，也滚仔伫咧喊车。这值班的警察出来甲阻止，过去互攻击，尾也是总算压制掉的，甲这3个人依照伤害定罪嫌上班。
监视器翕到3个查甫人摕球棒、高尔夫球杆，抑佫有铁棍啊，行到一个修路车头前，一直讲玻璃。地点就伫个屏东县警察局边中正路遮。值班的警察听到声出来看卖，也互拍。支援的警察随到围来抓人。代志发生伫2月28日下晡4点左右，警方调查指出，39岁姓尹的查甫人，42岁甲38岁姓杨的兄弟仔，敢若因为债务的关系来讲车。国内警察甲3个人直接压掉咧，不过3个人情绪激动，无爱配合，被阿互铐上手铐，该抓起来。小白怎么了？从地板没有人反应呢。经初步了解，现场3名男子疑似因债务纠纷，持球棒等物品毁损停放车辆。在警方依法带回侦办时，该3名男子情绪激动，拒不配合，严重影响现场秩序。本分局随即采取强势作为，当场将3名男子逮捕归案。警方执法过程中，有2个警察手骨受到小可刺伤，专案依照刑法伤害、毁损、妨害特殊者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出头是愈来愈多，最近有袂少民众收到分段发票兑奖的批，结果点入去连结，交出信用卡的资料，煞颠倒互人偷入。另外，诈骗集团伫咧过年时嘛，假作是银行，讲民众的口座有各样，怪人点入去连结验证，拢总是18人受害，损失80万。上网收 email 信箱加一封批，书名是悠游付会员中心，讲发票兑奖爱你定级核对。我觉得蛮真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被诈骗过，然后所以就特别小心，就想一下我平常的消费，然后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在用悠游卡，有收过，但是会看一下他的 email 的网域，所以就不会点进去。批写较正真，点减费连结旁遐也甲财政部分段发票平台同款，按过边数字手机号码都已进行下一步，都跳到写信用卡页面。他其实也是怕你会输入错误，然后输入错误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就不想登录了。所以它事实上前面的这个假装验证的部分，让你感觉像起来像官方的这个网站。诈骗求新求变，这种钓鱼信件在过年期间，佫出现新的花招。诈骗集团罕见无放假，冒用银行名义骗民众，银行客户有无正常定级，要求点网址来验证。有18人受骗，交出信用卡后被偷入差不多80万。前一阵子，金管会要求银行在对这个账户做的这个管控是非常的严谨哦。那当然也会造成很多民众，他可能这个账户久了没有用的话，他就会被这个银行做一个封控。诈团它就是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跟这样的一个字眼放在这个电邮上面。以前诈骗的信件内容参简体字较被识破，即马干那信件文字较排分真假，按过检视网址是毋是官方的 GOVTW。更较直接一点啊，用马上打电话纠正，拢避免落入去陷阱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机场以外，大城受冲击的，还有国际航运。荷马兹海峡是运送石油的重要通道，然后伊朗封锁这全球原油的供应，恐惊会断站。若是在达碳的价格阁超过130块美金，安尼美国的通货膨胀恐惊会愈严重。网站发出公告，由2大汇运航运公司马士基甲赫伯罗德合作的转运服务，因为伫红海地区拄着保护线的限制，有些航线受影响，暂时是非洲南边的好望角。美伊战争，国际航运也受影响。我国航商如果是经营这个欧洲地中海航线的，多半中途都有先进波斯湾，它会影响到这个东亚各国，当然包括台湾在内哈。我们出口到中东的民生必需品的这个供应。他且解释，若战火扩大，上船有安全记录，各国航商会选择跳过波斯湾的航线。过去东亚地区对重大经济目标可能断气，航线顶悬超过半数业者拢可能受影响。另外，国界同时正烦恼，波斯湾南边的荷姆兹海峡若被封锁，会对全球原油供应会有严重影响。等于是这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跟天然气都出不来，那都出不来的话，就影响到其实整个东北亚、东南亚
国际的油市啊，这个供给还是充分的嘛，而且需求不是特别的显著啦。那因此就是说，这个让油价向上的空间，我觉得是有限。油价上扬，我觉得是短期的恐慌性的买盘。目前上新数据是布兰特原油期货计售已经超过每桶73美金，外媒彭博是无记，那原油称价每桶130美金以上，美国 CPI 超过3%纪律对冲悬，影响国际经济形势。今麦上方展会局势未定，是不是影响金融市场？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广母语，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就举办台语约定赛，希望透过趣味活动，让民众会当理解本土的语言甲文化。竞赛题目一出来，台下的观众大家做伙激头脑来约答案。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台湾萧进前用全台语举办约定赛的活动，要透过传统节日的文化风俗，让台语的学习更加趣味。我感觉就趣味的。为什么？因为咱甲就侪人竞争，然后。有做题目同的题目，然后这都是无看过的题目。为着要推广母语文化，嘉义市政府甲在地教育资源合作，伫嘉义市的文才店举办约定赛的活动。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指出，家庭亲子透过活动，会当伫活动当中学习母语，和母语的学习会当传承甲保存。约明彩就是大家趣味头尾招来庙口来遮做成熟的，毋但是趣味，阁有智慧，甲咱的传统文化继续的甲传承下去。嘉义市政府表示，这是全台唯一用台语来约定赛的活动，用母语做教材，毋但展现在地文化，对个人、家庭甚至是社会，拢有真深的影响。透过日常生活趣味的题目，和元宵的活动，加添本土语文甲文化艺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鹿港外海甲台中港最近拢罕得出现白海猪，有学者表示讲，即马白海猪是存无到50只。环保团体呼吁大家唔通过度开发，就要做伙来守护海洋生态。白色身影跳出海面了后，搁闯入水。有人最近伫中华鹿港外海翕到几只中华白海猪的影像，放伫网络了后，引起讨论，也互动的人感觉真惊喜。应该是很难得可以看到几率的，所以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是不会看到白海豚，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伫中华今年之月有调查团队伫台中港外港区南平接近5只khu港时间范围附近，也能看到白海猪，不过环团对白海猪的未来真烦恼。这些机具进到海离岸的位置去建造风力发电。形成的噪音呢，会影响到所有的鲸豚类，那它们的听力一旦受损，就会影响到它们判断方向啊、觅食，然后包含就是社交。然后那也表示说，它们离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很靠近，所以它也很容易受到我们一些行为的干扰。数量这么少的情况下，其实就会对它们的族群的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危险。中华白海猪伫台湾俗称马祖鱼，分布伫桃园到台南沿海，不过受海洋污染、海域开发的干扰之下，族群一直减少。海洋委员会自2008年度公告做一个保育类濒临绝种野生动物，或者推估目前无到50只。连续发现濒临绝种的白海猪，除了互保育团体真欢喜，也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有青年农民引进科技设备来种作，毋但解决开手无够的问题嘛，打造家己的品牌。未来按算要分享经验，互搁较侪少年人来提升在地农业发展。用地特色解决土栽培技术种牛蛙龟，导致自动化养育系统、环境控制等设施，用全年生产稳定收入。云林水南乡青农黄燕芬，这几年积极推动智慧农业，搁结合行销品牌，成功打造将会互真侪超商甲餐厅。有小黄瓜，那我怎么卖？怎么样卖的比较好？怎么样去找通路？怎么去找目标客群？好，所以就开始扩规模，开始做人才培育这一块。然后最后才要切到牛番茄啊，因为需要小黄瓜的客户，他通常会需要牛番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果菜类。伊发现，若敢若种牛蛙龟发展电风模式未难度悬，后续已经搁加入柑仔蜜，搁开发搁较侪菜色水果，搁调向用温室农场做基地，打造共享资源，吸引搁较侪青农加入。那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怎么样让客户愿意跟我们买？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价值？这个是其实农友要去思考的事情。当你解决了、创造了这些价值，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你的客群
自然就会建立起来。他们引导了很多返乡的青农，用相同的智慧，农业的方式来耕作，扩大经营规模，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行销他们的小黄瓜。这是一个农村未来最新鲜，把扩大经济规模，创造农业更大的经济效益哦。花莲县农业处表示，智慧农业应解决农村进入长期报告问题，各项通路上需求做计划性生产行销，让农民收集增加，希望获得成功案例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有6000种竹仔菇，其中500种拢生伫咧澳洲。即阵澳洲国会就利用竹仔菇来替花草消灭害虫，减少农药的使用。这个细只菇仔食古水，煞是掠头的菇手。澳洲堪培拉国会大楼探议员放假，放4种菇仔来对付害虫。They pretty much suck the insides out of it, so you'll come back and you'll see a whole lot of just white shells because they remove the insides of the aphids. 根据估算，国会大楼花园菇神有数十万只，按过一只菇仔每工就用食掉100只。They will immediately begin spreading out, hunting down aphids and breeding. 全球菇仔有6000种，其中差不多500种是原生伫澳洲。Very diverse family. The smallest of them all are probably about 0.8 millimeters long, and the biggest that we have here are probably close to 4 centimeters. And they are not all feeding on aphids. 专家指出，伫澳洲专食菇神其实真少，干那15种，有的菇仔一个月翻倒转来无破坏。The really bad ones that we have very few in Australia, you can have them on your cucumbers and zucchini leaves, and they basically shred the leaves. 所以啃菇仔也是技术，爱会啃到所在，互菇仔伫上好位置发挥战力。专家强调，这种用汤地头方式，会减少用农药，对生态有利。这菇仔也正做守护澳洲国会绝对超过党派甲政治立场的幕后功臣。公视新闻林记主编报。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为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为22度到27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为15度到25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